筐，黄本宽，来黄杯。黄梅，没喝两天能干不喝？实在能干不喝，我乱搞白白啊！哎呀，天毛，你公斤半，你公斤半用的哈。哦，我们送去。快点啊！快点！干什么？快点！哎，那喝完了不是就这样？快点！先黄开。快嘛，钱不财嘛，日小说嘛，两个老师都嘛，两个老师都嘛，走。哦，你们这个，去切了，去切了。我去摸树了。来呀，去切呗，那回家还还。快嘛，跳上跳嘛，打嘛跳嘛，跳入水。你为什么不关还有谁？技术啊！快嘛，五嘛，嘛，七嘛，两个嘛，两个嘛，敲，六嘛，嘛，那是五嘛，两个嘛，六嘛，七嘛，少不是你光，四。哎呀，红包！拉不动，拉不动。都不会再出去了，现在都不愿开。